小朋友，大家平安！又一个礼拜了，这礼拜我们已经降到2级，在2级的当中，不要忘了，依然要遵守防疫新生活的规定哦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能够平安。在这礼拜当中，今天是爸爸节，我们也要在这个亲子礼拜里面，祝福我们所有的爸爸们身体健康，在主的爱里面平安有喜乐。接下来我们要亲子礼拜之前，先一起来做个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在疫情当中，你不离不弃的爱陪伴着我们，带领我们天天过着平安的日子，献上我们的感谢。今天是爸爸节，我们也要感谢天父，让我们在世上有爱我们的爸爸。感谢你，让他无怨无悔的来陪伴我们，照顾我们，成为我们世上的爸爸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恳求天父，你能让我们在接下来的礼拜当中，求你让我们用敬拜跟赞美来荣耀你的名，让我们能够经历上帝你的同在，也将我们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。孩子们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小朋友，又到了我们的读经时间。紧接着在这一期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罗马书8章。罗马书第8章，咱先来读24节。因为咱得救是对望望，若是已经看见的望望，毋是望望。因为所看见的，什么人在望望伊？25节。独咱若望望迄个所无看见的，咱就吞忍听候。26节，搁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者，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，照所应该的，独圣神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。27节，检察人的心会也知信心的意思，因为伊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。我们看第28节，搁咱知万通事三角来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。来，咱个做伙来读一摆24节，因为咱得救是对望望。若是已经看见的望望，毋是望望。因为所看见的，什么人在望望伊？25节，独咱若望望迄个所无看见的，咱就吞忍听候。26节，搁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者，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，照所应该的，独圣神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。27节，检察人的心会也知信心的意思，因为伊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。第28节，搁咱知万通事三角来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。我们家是谁最勇敢又最强壮？像英雄。
各位家长、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提多书2章11节到14节。提多书2章11节到14节。因为上帝拯救全人类的恩典已经出来了，这恩典训练我们弃绝不敬虔的行为和属世的私欲，在世上过着自治、正直、敬虔的生活，等待我们所盼望那蒙恩的日子来临。那时候，至尊的上帝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要显现。基督为我们献上自己，救赎我们脱离一切邪恶，使我们成为他纯洁的子民，归属于他，热心行善。在今天呢，我们所读到的这个提多书，它里面写到，是保罗写给提多的书信。提多呢，是保罗很重要的一个同工，甚至呢，保罗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儿子一样，这么的亲。那保罗叫提多呢，去做些什么呢？保罗要提多去到一座岛，这座岛叫做克里特岛，上面住着克里特人。克里特岛上面的克里特人，他们做了一些事情，这些事情呢是让上帝不喜欢的，所以呢，保罗要提多去到岛上，告诉他们不能这么做，不要再这样子生活下去了，并且呢，用上帝的话语以及福音来告诉他们，传给他们，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以及上帝的大能，借着成为跟随耶稣的人，相信上帝的人。那提多书里面说的这个克里特人，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是不对的呢？原来克里特人呢，他们总是说谎，他们爱撒谎，甚至呢，他们呢好吃懒做。在提多书1章12节有提到，那克里特人他们这个字呢的希腊文的字根跟撒谎是同一个，所以可见克里特人爱撒谎这件事情，可能是很多人在当时候都知道的。甚至呢，在希腊的文献里面，在古时的文献里面有记载，克里特人呢，他们好战，他们的行为像海盗，他们呢追逐利益，且怎么样贪得无厌。在性方面呢不道德，也不爱去做好行为的事情。透过这些描述，让我们知道他们的生活呢是很负面的，是很不好的，需要有人来用强硬的方式，或者提醒他们来改变这个错误。但是呢，这些负面的错误行为为什么会形成呢？难道克里特人他们本来的这些居民，他们不觉得这是错误的吗？难道是这样吗？其实很有可能是这样，因为呢，当大部分的人呢都这么做的时候，你在那个当中，你可能不会意识到这样的事情有多么的不好。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听听。如果你在读书的过程里面，你发现，很多人怎么样？上课爱来不来，迟到啊，或是上课趴着睡觉。有很多人他们考试的时候作弊。有很多人他们喜欢闹事，不听老师的话。你发现这个班级里面大部分的人都这样，甚至呢，老师也没有很严格的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那这样的事情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因为大家都在做啊。没错，当这样的想法刻在你的脑海当中的时候，你渐渐的会觉得这个行为没有很大的问题，因为不会有人指责你啊，除了你以外的人大家都在做。那克里特岛上的人民呢，就是面对这样的问题，当他们这个说谎的行为成为了一种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呢，
它渐着就形成一种叫做文化的东西，大家就开始说谎变成一种习以为常，大家都这么做。那好吃懒做呢也是，大家都没有在认真啊，那为什么我要认真？哦，所以大家都变得很懒惰，没错。那像克里特人这样的负面行为，难道只有克里特人他们专有的吗？其实不然，不是这样的。其实这样的事情呢，在所有每个国家、每个人群里面都会有发生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要提到另外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一部电影，而它是由真人真事所改编。里面在讲有一个小男孩，他的名字叫 Michael。Michael 呢是一个黑人，在他小时候生活的过程当中，他的妈妈因为吸毒的关系，导致他们母子呢被分开。因为政府为了要保护这个小孩，可是呢 ，Michael 又很担心他的妈妈，很爱他的妈妈，常常都会呢从政府所保护他的这个区域，可能是一个家庭或是等等的，让他就从那边跑回去找他妈妈。可是刚有提到他妈妈是一个会吸毒的人，他所处的环境呢一定是相对复杂，当中可能有毒品的买卖，有关于性的事情，或者是一些非法行为。当地的流氓就是也是一群就是生活在很复杂环境的这些人，都会叫这个 Michael 怎么样啊？你就以后就不用读书了啦。为什么？他们要希望这个 Michael 怎么样，跟他们一起怎么样做一些非法的事情赚钱，这样就可以怎么样？很快的发财，能够照顾他妈妈，或是让他生活更富裕。可是他要他做的事情是不正当的。那后来呢 ，Michael 他渐渐长大，他的身体呢有了惊人的改变。他的身高呢可能比我还高，或是等于最少跟我一样高。可是他的身体的壮硕的程度呢，可能超过我的2倍。他非常的大，巨大，像巨人一样。那这么巨大的身材呢，很难不被人家看到。有一天，刚刚有说到他生活在那样很复杂的环境。有一天他在学校附近，就是晚上的时候，要找一个地方睡觉，结果被一个白人的妇女看到。那这个白人的妇女呢，看到他之后，就关心他，然后最后呢，因为一些原因收留他，甚至领养他。这个人他的名字叫连安。连安呢收留他，并且照顾他，然后并且收养他之后呢，开始教导他一些跟以往不一样的观念。后来呢，连安呢让这个 Michael 有了很好的学习环境，让他能够在他的专长上面，也就是美式橄榄球有很好的发展，也让他能够在读书上面得到就是他们家庭的帮助，让他的生活呢品质提升，而且他的价值观也因此而得到改变。连安告诉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护家人，家人很重要。可是这一些看似美好的过程，在外人眼中却是不好的，因为在那个影片当中的那个背景里面，那个时代当中，有很严重的种族歧视。他们认为黑人是比白人还要劣等的存在，所以他们其他外面的人看连安的做法，觉得说，你怎么会收养一个孩子就算了，还是黑人？黑人很恐怖他们会做很多很可怕的事情，等等等等等等。但是呢，连安呢，却完全的相信 Michael， 而且接纳他，爱他如自己的孩子，使得呢 Michael 的生命有了不一样的改变，因为他相信 Michael 是不一样的，他对 Michael 有他自己的认识，他没有被肤色给影响。而这个类似种族歧视肤色的影响，就是当时候的文化。而对于 Michael 他生活的过程，也是一个文化。
文化有好有不好，也能够带来影响。那今天在经文当中所提到的克里特人，他们有他们的文化，而提多呢，也带着有关上帝的话语，上帝所喜爱的这个价值观以及文化到他们当中，要改变他们。所以，亲爱的同学，在我们生活当中呢，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自己跟上帝这个关系是如何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上帝他因为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为我们的罪呢而死。那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被上帝所爱着，是被上帝所用重要的这个耶稣所换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跟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，就是他呢是我们的父，而我们呢是他的孩子。所以他希望我们呢，在我们的生长过程，不管是我们的人生也好，不管是我们的信仰道路也好，他希望我们是合乎他旨意的，他希望我们可以过的是健康的，是喜乐的。所以传道鼓励大家常常祷告，多多读圣经，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的价值观，让你能够去判断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上帝所喜爱，什么是上帝所不喜爱。愿大家都能够得到上帝所带给你们的喜悦、平安，以及在生活当中有节制、正直和虔诚的生活。在现今的时代，过守己、正直、甲敬虔的生活。提多书2章12节，在世上过着自治、正直、敬虔的生活。提多书2章12节。一起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使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了解到我们有做错的地方，也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重视，你对我们的爱，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去行出你所喜爱的行为，去说出你所喜爱的话语，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疫情期间，主啊，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心理都是平安且健康的。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帮助我们在生活中都得到主啊你的保守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万地起你的杯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高灵教，你的正义者，你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历史，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
亲像阮爷下面5万的人，无伫厝，阮直直去叫我开迄个派的，因为官员工拢是伊所有，代代无止。阿们。我们的线上亲子礼拜会持续到8月底，9月再视疫情的状况来规划实体聚会的方式，请大家要继续锁定我们每周的线上亲子礼拜。今天的亲子线上礼拜结束后，将于9点半在线上举行父亲节趣味活动，邀请爸爸妈妈、家长们可以跟小孩一起参与。分组方式是由幼稚园及低年级一组，中高年级一组。我们将提供2个不同的 Meet 连结，让2组不同年龄的小朋友分开进行我们的趣味活动。这个礼拜读经的范围，提多书2章11节到14节。提多书2章11节到14节。疫情的期间没办法来到教会做礼拜，但我们会继续透过网络的方式，一起在线上敬拜上帝。邀请家长可以在我们东门喜洋洋的赖群组，为小朋友留下参与礼拜的记录哦。大家好，那相信大家应该对我还很陌生，那我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，我就是新来的王刚传道。那接下来会在线上直播当中，还有其他地方看到我。那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打个招呼，因为我都不认识大家，我现在只有认识3个小朋友，对。然后我会问你们的名字，然后还有你们的年纪、年级，然后把你的名字打在手机上面，对，我要记一下，我要记好几百个人，对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欢迎我这样，那我也很开心可以认识大家。那在这样今天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，父亲节里面，希望大家都能够重新去思考，怎么样做一个孝顺且爱爸爸的小孩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同心哦。亲爱的天父，孩子们感谢你，透过今天，主啊，你要告诉我们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靠着你的话语，过着节制、有虔诚的心，以及能够过着正直的生活。主啊，也在父亲节这样的日子里面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有一个爱我们的爸爸，是我们的依靠，是我们的力量。而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有爱我们的兄弟姐妹以及家人，在这样的陪伴当中，我们感受到满满的爱。主啊，在面对疫情这样的挑战当中，我们也需要主啊，你赐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。不管是让我们难过、流泪的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要靠着你来得胜。我们将一切全然交托，献上感谢。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各位小朋友，我们9点半线上见喽！